沙丘老不休是咧讲一个退休的杀手，他搬到一个社区里面之后，他本来以为伊会当安享天年啊。爸啊，你晒太阳吼！干你娘的！他大车冲啥小？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这些社区发现很多意外的命案，那他开始怀疑，所以开始调查这些意外命案。这个过程中，他发现野厝里啊都有很多秘密。我伫即出戏内底演的或者水哥，啊，伊是一个杀手，伊本来无想要退休，伊足奇怪，就鸟毛有伊家己的坚持甲原则。我干！只有一个囡仔来干，我无接这款的啦。规个组织内底，感觉伊足歹巧的，是安那逐遍出去拢失败，强迫伊爱退休，啊，甲伊安排去即个社区内底，啊，才拄到义姐即个角色啊。我伫内底演的是个名叫做方婷。方婷呢，伊看起来就亲像你厝边隔壁会看到的人，啊，毋过其实伊是一个足厉害的杀手。拄着水哥咧，开始心内有淡薄仔一丝丝啊、一丝丝的变化。武术指导，伊其实足够的，伊会按照阮逐个人的无共的基础，你会晓啥物，会晓啥物，爱才来安排。像我是卡手较济，佮有就地取材。应该是第一次看到有杀手可以用保特瓶，用保特瓶把人干掉这样。对啊，我们这个源头的还可以。啊，那你就环保用环保。彩华姐就是化学系的啊，摕一款妙洁、稳洁、清洁用品。这戏内底还佫有其他的杀手，像水哥，还佫有其他的，拢是足厉害的。因本底就是有底子的迄种的。大家人拢无共的个性，啊，到做伙都发生做一趣味的代志。有打啊，有黑色幽默，你一看就知影讲啊，这是台湾，这是咱大的所在啊，发生的代志啊，佮咱用的台语都融合在里面。导演又是一个很年轻的灵魂，所以我感觉这出戏上盖有价值的所在是大融合的部分。沙丘老不休，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传达这个故事的核心的话，应该会是：敢讲逐项物件拢爱有伊的利益，才有伊的价值。你若是压力伤大的时阵呢，就爱看《杀手老不休》，互你愈看愈唱秋。